常感谢村根，感谢成都浣花爱乐，让我们感受到了高原的时代气息。怎么弄吧？这里呢，中华美利家所见的丢钱的，学啥丢钱的？这里扎西蹲着叫你们的啦，靠马桶呢，年底先给掐机这里个工作内容的年底家像个北京人呗。俺今操的呢，到工个年底先给的你当马桶没忙，公鸡把油菜啦，就上东工这边扎西很多时间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真实感受巴塘，感受高原文化，感受高原的发展变化，我们还得走进高原，亲身体验。那么在今天，我们特邀了来自巴塘的2位新人，在我们的晚会现场举行婚礼。我们将在独具民族特色的现代婚礼当中，感受幸福巴塘，和谐高原。在这里呢，我们也要把最诚挚的祝福送给新人，送给巴塘，送给所有高原人。在这里，真诚的祝福新人幸福安康，祝福巴塘日新月异，祝福高原幸福吉祥。我老说，那人弄了干嘛种？萨拉丢车种，巴拉萨嘎车，人种总比你们的啦。马塘养大产品那么多，人喷着年纪什么的，一切都注重啦。
这新春喜庆的日子里，巴塘人民不仅用歌舞表达了沐浴党恩的感恩情怀，还恳请朋友们接受巴塘人民深情献上的洁白哈达清纯的美酒。更重要的是，还要献上一个象征民族大团结的团结包子。我们真诚地欢迎各位朋友来到绿色的巴塘、红色的巴塘、美丽的巴塘。可是俺们这了用，俺在哪浪的，隆隆的都把这玩意的。亲爱的朋友们，生活是幸福的，此时此刻，我们最能感受到这种幸福。春天已经来临，高原最美的景色必将展现在我们面前。今天俺从娘登早起，中华美丽的那叫多伦吧。今天俺从娘登早呢。这些活动马公军的了，这是梦的事。今晚我们欢聚在这里，共同感受了巴塘和高原文化的魅力。今晚我们载歌载舞，同唱一曲中华民族文化的颂歌。这不能吧？俺在山东菜，劳动老的娘的各种茶具，钢筋陶工，这些不生筹备，这是梦的事。让我们与天地相融，携手投入到弦子歌舞的大圆圈中，为建设一个现代、生态、人文、平安、小康的高原共舞。怎么来讲？年冬9年了，这啥做的工作，把为让这些把热心遇到的来的。今天俺在唱的呢，3句对当来着咋呢？把同养育大娃子，公呢共同票活动。工薪陶工，亚节7点日，公内共同结别，扎西梦的事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2012康巴卫视新春主题晚会弦舞巴塘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。在这里真诚的祝福观众朋友们新春吉祥，阖家欢乐，扎西得嘞！扎西得嘞！朋友们，再见。